台湾短篇小说《台湾漫游录》的英文版，伫咧美国时间11月20日，摕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翻译文学大奖。这是台湾文学头一摆伫咧美国国家图书奖入围得奖。出版社也表示讲，这是世界级的大奖，正受到文学界关注。英文版伫11月中上市了后，也引起其他国家的注意。目前有英语、日语、韩语的版本，捷克语的出版也当咧讨论。 And the winners of the 2024 National Book Award in Translated Literature are Yang Xuanxi. 台湾漫游录作者杨湘祖甲英文翻译者今年伫美国纽约的颁奖典礼，知影作品得美国国家图书奖，欢喜甲激动小览。这是台湾文学史上头一届伫美国国家图书奖入围得奖。应该说十本书到5本书，到最后是这一本书。 这个三个过程里，对我而言都是哇，如梦似幻嘛，或者说太没有真实感了。作者杨湘祖分享，伊感觉这一切还未反映过来。伊也表示，小说写100年前台湾的过去，是为着要走向未来，希望透过作品，让民众产生共鸣。不管过去、今麦也是未来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。日常的东西里也会感受到出现差异。 那这时候台湾人才会，就是当压迫更强烈的时候，台湾人会开始思考：我到底是什么人，或者是我到底要在这个时代的某一刻里做出抉择的时候，我到底要做什么抉择？台湾漫游录伫2020年出版，小说内底除了展现台湾的小姐，也讲到女性情感甲实名议题。即卖有日语、韩语、英语的版本，英译版本11月中伫美国上市了后，也引起其他国家的讨论。 出版社表示，美国国家圖書獎是美國文學界真懸的榮譽，得獎對台灣的文學是真大的肯定。那基本上，美国国家图书奖可以说跟普利兹奖是2个最重要的图书奖项。以前对我们来说，其实台湾的出版社就是很关注这2个奖项得奖的作品。出版社也希望未来愈来愈多外国读者会当透过文学认捌台湾。作者杨湘祖强调，这几档台湾渐渐互世界看到，不管是对政治方面，也是社会上的各种角度来看，也是因为台湾的知名度提升，台湾的文学才会走向国际，受到愈来愈多人的关注。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。